如果延長壽命嘅關鍵唔係增加年數，而係提升年數入邊嘅生活質素呢？呢個問題正正係 Outlife 一書想我哋重新思考人生老化同健康嘅起點。咁傳統上呢，我哋講長壽咧，通常只係睇一個人活到幾歲，但係作者 Dr. Peter Attia 咧就提出咗一個更重要嘅概念——健康壽命 （health span）。簡單講，健康壽命就係你人生中活得有活力、有功能、冇大病、冇痛苦嘅年日。你可能可以活到90歲嘅，但係如果你由70歲開始已經行唔喐、食唔落、日日睇醫生，咁你啲額外年數其實好有限值嘅。相反，有啲人80幾歲仲可以自己買餸、去旅行、陪孫玩，呢啲就係 Attia 嘅理想人生。Outlife 唔係一本教你點樣唔好死嘅書，而係教你點樣避免早早被慢性病擊倒，點樣令你可以活得耐之餘，仲可以活得好。咁書入邊咧就講到啦，個現代醫學啦，對啲慢性疾病，例如心臟病啊、糖尿病啊、癌症啊同腦退化咧，好多時都係發現得太遲嘅，等到出現症狀咧先至處理啦。但係Attia話，呢啲病咧其實早喺10幾20年前咧就已經慢慢發展啦，只係冇人察覺。佢主張醫學唔應該等問題發生先醫，而係要提早預防，用數據、科技同個人化方案幫人提早保養身體。講返作者自己啦，佢係喺史丹福大學接受醫學訓練，之後喺約翰霍普金斯醫院做外科醫生。後來佢覺得傳統醫學太被動，於是轉行研究延壽科學。成立咗一間長壽醫療診所，專門幫人用科學數據同生活方式管理去延長健康壽命。佢亦係人氣 Podcast The Drive 嘅主持人，訪問過無數嘅頂尖專家，分享最新健康長壽知識。呢本書嘅重點就係介紹佢所講嘅 Medicine 3.0，一種進階、主動、以預防為核心嘅醫療模式。跟住落嚟，我會同你一齊深入了解佢點樣拆解所謂四騎士慢性病威脅，點樣透過運動、營養、睡眠、情緒管理同合理藥物，幫你打造一個活得耐又活得精彩嘅人生。講到活得好，我哋就要面對一個現實：現代醫療其實冇你想象中咁可靠。雖然我哋而家科技進步，藥物、手術乜都有，但係當涉及到慢性病同老化，成個系統其實係等你病咗先醫，而唔係防患於未然。作者話，傳統醫療只係專注於搶救生命，但對延長生命質素反而好無力。心臟病、癌症、腦退化同第二型糖尿病，呢啲就係最典型嘅慢性病。咁問題唔係佢哋發生得突然啦，而係好多時我哋根本唔知道佢哋已經悄悄喺身體入邊發展咗10幾年。好多人以為自己 check up 冇問題就代表冇事，但其實啲病可能早已經潛伏，只係未爆出嚟。作者指出，等你感覺到身體唔舒服嗰陣，往往已經太遲。傳統醫療入邊好多檢查都係根據有冇症狀先至進行，咁做最大問題係等你感覺到痛唔舒服，代表條病路已經行咗大半。作者主張一個有效嘅醫療系統應該唔係等問題出現，而係由數據、風險評估開始，提早發現異常。佢提出咗一個新概念叫做 Medicine 3.0，意思係跳出傳統標準，根據每個人嘅體質、基因、生活方式去設計屬於自己嘅健康策略。唔係一刀切咁叫大家每年做一次體檢，而係睇返你本身有幾多風險，再決定邊啲項目要早啲做，幾耐做一次。例如心臟病，有人咧可能睇完膽固醇報告覺得冇事，但係原來 ApoB 咧呢個指標已經飆高啦，甚至 CAC 冠狀動脈鈣化掃描顯示動脈入邊已經有硬化。講到呢度，作者亦都唔係叫人盲目做多啲檢查，而係叫人識得揀啱嘅檢查，同時要有屬於自己嘅健康儀表板，定期監察。佢反對咧，只係睇總膽固醇啦，因為咧呢個指標過於籠統啦，真正影響風險嘅係膽固醇粒子嘅數量同炎症指數啦。成個問題根源就係我哋太依賴醫療系統，自己主動去幫我哋揾問題。但現實係咧，大部分醫療資源咧都放喺急症、手術、藥物上面，而唔係預防或者風險控制。咁作者講得好清楚啦。咁等到你出現症狀嘅時候咧，嗰種病往往已經發展咗好多年嘅。
所以佢想大家知道，健康唔可以再交俾醫生處理，亦都唔可以靠年年做身體檢查就安心。要活得健康長久，真正要做嘅係主動管理自己嘅身體狀況，學識睇風險，學識未病先防，而唔係等到唔得先嚟補救。咁跟住上段所講呢，當傳統醫療過於着重補救，忽略預防啦，其實就等於咧放生咗一啲可以及早處理嘅威脅嘅。作者提出，要真正延長健康壽命，就要正視四大殺手級慢性病，亦即係佢口中嘅四騎士：心血管病、癌症、神經退化症同代謝疾病。呢四種病雖然各自唔同，但係有一個共通點，就係佢哋通常唔係突如其來，而係喺身體入邊潛伏多年，慢慢發展。當你發現問題時，好可能已經錯過咗黃金干預時機。作者話，長壽最關鍵呢，唔係等奇蹟出現，而係學識點樣用最有效嘅方式去延遲呢啲疾病出現。講到心血管病啦，唔少人都會以為只要膽固醇唔高就冇問題，但其實作者認為重點唔係總膽固醇，而係膽固醇粒子嘅數量。如果膽固醇粒子過多咧，就會黐喺血管壁，造成發炎同埋硬化，再加上血管內壁損傷，心臟病發作咧就會變得好容易。傳統嘅體檢就未必會測試到呢啲風險，咁但係透過 CAT 鈣化掃描或者 ApoB 測試咧，其實可以早幾年甚至早10年咧揾出高風險人群。癌症嘅方面咧，作者提醒大家啦，除咗遺傳基因，代謝環境都好關鍵啊。高胰島素、慢性發炎、過多生長因子咧，都可能為癌細胞創造溫床。減少攝取加工食品、戒煙、控制體重，已經係降低風險嘅第一步。對於高風險族群，佢建議唔好等標準年齡先開始做檢查，而係根據家族史同埋個人狀況提早篩查。至於神經退化症啦，例如阿茲海默症啦，或者帕金遜症啦，雖然現時醫療手段有限，但係預防其實可以好早開始嘅。佢提到啦，腦退化通常喺發病前20年已經有跡可尋。想保護腦部，唔單止靠補腦食品，而係要由根本做起，穩定血糖、改善睡眠、保持運動、訓練肌肉，尤其係重量訓練，唔單止強化身體，對腦部功能都非常有益。講到代謝病，佢最在意嘅係胰島素阻抗，呢樣嘢係現代都市人常見但係經常忽略嘅問題。過量嘅攝取糖分啦，缺乏運動啦，壓力過大咧，都會令到身體逐漸對胰島素失去反應啦。咁長遠就會導致第二型糖尿病嘅。可惜係好多人直到血糖升得好高，甚至開始服藥咧，先知道原來自己身體已經出問題。其實作者話胰島素阻抗早期係可以測試出嚟，亦可以靠飲食同運動調整返。講到底咧，呢四大慢性病唔係命中注定，而係可以透過早期識別同干預去延遲甚至避免啦。作者強調，延長壽命從來唔應該只係數字遊戲，而係要提升每一段時間入邊嘅活力同自由。佢講咗一句說話，目標唔係只係加多幾年命，而係令嗰啲年日過得有質素。呢句唔止係一本健康書嘅核心思想，更係提醒我哋每日嘅選擇其實就係塑造未來嘅健康。講完點樣提早預防四大慢性病，作者接住落嚟指出，一樣對延壽最有效，但係最經常被低估嘅工具就係運動。佢話運動根本就係最強嘅長壽藥物，而且係唯一一種對四騎士全部都有幫助嘅生活習慣。由改善胰島素敏感度、降低心血管風險、強化腦功能，到預防跌倒同肌肉流失，運動係真正全方位保護你未來健康嘅關鍵。唔同類型嘅運動對身體有唔同嘅好處。作者特別提到3種訓練類型最好可以配合埋一齊做。首先呢係中儀訓練，即係中等強度，可以對話但唔輕鬆嘅有氧運動，好似踩單車、快步行呢類。呢類運動咧可以提升粒線體功能，即係細胞入邊製造能量嘅發電機，令到身體處理糖分同脂肪嘅效率提升，對預防代謝病特別有用。然之後咧係VO Max 訓練，即係高強度間歇式訓練，可以大大提升心肺耐力。
呢樣咧就對延緩心血管老化咧特別有效嘅，亦都咧幫助你將來咧面對突發嘅情況啦，譬如咧跑上樓梯啊、趕車啦，唔會即刻氣喘啊。同樣地咧，心肺功能強咧，亦都係同壽命有直接關聯嘅指標。最後係阻力訓練，即係舉重、器械訓練、體重訓練等。作者非常強調肌肉量嘅重要性，因為隨住年紀增長，肌肉流失係無可避免。如果唔特別訓練，老咗之後身體機能會大幅退化。作者甚至話，保持肌力就好似為你嘅老年生活買保險，提早儲夠本，先至唔會老嚟老去。佢曾經講過一個例子，話佢阿媽喺67歲先開始做重量訓練，本身已經出現肌肉萎縮，但係幾年之後唔單止肌力提升，連整體活動能力都改善咗，仲可以自己行上樓梯、拎嘢、外出旅行啦。咁呢個例子反映咗一樣嘢，無論你幾歲開始，只要做得啱，身體都會回應你。作者設計咗一個概念，叫做100歲10項全能，意思係唔係等到年老先諗應該做咩，而係由而家開始問自己，想象到自己80歲、90歲嘅時候，仲可以做到啲乜？例如自己拎住買餸袋行幾層樓梯，自己上落床唔使人扶，要顧屋企人，唔會力不從心，然後就用呢啲具體目標去規劃而家要做咩訓練，先可以保持嗰種能力。好多人以為每日行路已經夠啦，作者話呢種諗法太過簡化嘅。雖然行路係好習慣，但唔足以保護你免於肌肉流失或者係心肺功能退化嘅，尤其係阻力訓練嘅。咁成日被誤會啦，只係啱年輕人啊或者健身達人啊。咁但係事實上咧，越年長越應該做啊，因為衰退速度會越嚟越快啦。佢講過一句話好有意思，我視肌力訓練為一種退休儲蓄。意思係你唔係為今日做運動，而係為咗未來儲備身體能力。當你年紀大咗，啲儲蓄就會派上用場。相比起靠藥物延命，作者更加相信身體能力本身先係真正決定你老年生活質素嘅核心。總結嚟講啦，運動唔係選項，而係必要條件。如果你想真正活得長又活得精彩咧，就唔可以只靠健康飲食或者好運氣，你要用雙腳踏出未來嘅路。用雙手保住自己嘅自由同埋尊嚴，因為健康老化從來唔會自動發生，需要你由今日開始努力打造。講到打造健康老年，運動可以話係核心，但係飲食亦都絕對係關鍵一環。不過，作者認為現代社會對飲食嘅迷思太多，無論係生酮、斷食、低碳、高脂，全部都有擁躉，又互相否定，結果令好多人變得越嚟越困惑。佢形容營養學係最令人混亂又最個人化嘅領域。佢唔主張跟住一種固定嘅飲食方式走，而係強調要以代謝健康為優先考慮，再配合你本身嘅身體狀況同目標。例如你係想增肌、減脂、穩定血糖，定係純粹想維持現狀，都會影響你應該點樣食。冇一個放諸四海皆準嘅飲食公式。儘管如此，佢都提出咗幾個適用於大部分人嘅原則。第一就係避免攝取過多熱量，特別係精製碳水，例如糖、白麵包、加工零食，因為呢啲會快速提升血糖，令胰島素長期處於高水平，對代謝健康好唔利。第二係要確保蛋白質攝取足夠，尤其係年紀越大越重要，因為肌肉會隨年齡流失，而蛋白質正正係保住肌肉質量嘅基本材料。作者建議成年人每日可以攝取體重每公斤約2克蛋白質，遠高於一般人嘅想象。至於脂肪同碳水化合物，就可以按個人喜好同反應作出調整。有人食高脂可以控制血糖，有人則對高碳飲食反應好。關鍵唔係邊一種比較正確，而係邊一種對你嘅身體效果最好。作者提醒唔好被飲食教條限制，反而應該做數據追蹤，再慢慢調整。佢亦都提到一啲人咧用間歇性斷食去改善健康啦，但唔係個個都啱。重點唔係斷幾多餐，而係你身體對胰島素敏感度高唔高。如果你已經有胰島素阻抗問題，或者晚餐食太多碳水，再點斷食都未必有好效果嘅。所以斷食本身咧唔係萬能法寶，要睇個人體質而定。對於有條件嘅人，作者建議使用持續血糖監測器 CGM， 觀察自己每一餐食物點樣影響血糖水平。透過即時數據
可以幫你發現某啲食物其實你以為健康，但係對你身體嚟講反應唔理想，咁你就可以因應調整。佢提到營養干預應該係有計劃、有數據、有反饋嘅過程，唔好盲目跟風。至於補充劑方面，佢態度相對保守，唔係反對，但係要有根據。舉例講，肌酸對年長人士有助於保留肌肉，奧米加3脂肪酸有助減低心血管風險，呢啲都有科學支持，但係未必適合所有人。最重要嘅一點係飲食策略唔應該建基於外觀或者短期效果，而係你長遠健康目標，唔係要變靚或者係減幾多公斤，而係你希望自己幾多年後仲可以行得快、記憶力清晰、身體無痛。正如作者講，營養學係最混亂，但亦都最個人化嘅範疇。你要揾到適合自己嘅方法，並且願意一路調整，而唔係執着於某一套標準答案。健康飲食其實唔係關於跟邊一套理論，而係有冇耐性同覺知去了解你自己嘅身體反應。由飲食講到身體訓練呢，可能你會以為已經覆蓋晒長壽嘅重點，但係作者提醒，若果忽略咗睡眠同情緒健康，所有努力都可能白費。現代人習慣犧牲瞓覺去換取工作時間或者娛樂，長遠嚟講，呢種習慣會慢慢侵蝕你嘅健康，甚至影響你嘅壽命。作者認為，睡眠係身體修復同腦部整合記憶嘅核心時間。如果瞓得唔夠，唔只會令你第二朝冇精神，仲會直接影響血糖代謝、免疫系統、荷爾蒙水平同情緒穩定。長期缺乏高質素睡眠，會增加阿茲海默症、糖尿病、心血管病嘅風險。佢強調幾個基本原則，例如固定瞓覺時間，確保睡房夠黑夠靜，夜晚少啲用手機或者睇熒幕，減少藍光刺激。酒精同埋咖啡雖然有人當成放鬆工具，但實際上會打亂睡眠週期，最好喺瞓前幾個鐘頭完全避免。呢啲細節聽落簡單，但要持之以恆先見效。而比起睡眠，更容易被忽視嘅係情緒健康。好多人以為情緒問題唔影響身體，但作者指出，慢性壓力會增加體內炎症，搞亂荷爾蒙節奏，加快細胞老化。即使你身體數據好似冇問題，但係長期處於焦慮、內疚、孤單之中，身體依然會受損。佢認為情緒問題唔係軟弱，而係醫療應該正視嘅一部分。無論係心理治療、靜觀練習，甚至純粹同朋友傾偈，都可以幫助釋放壓力、重整內在狀態。人際連結嘅質素對身體健康有比你想象中更深遠嘅影響。作者話，孤獨對死亡風險嘅影響，甚至可以同吸煙相提並論。佢舉過一啲例子，有啲外表睇落超健康，經常健身，食得又清嘅高效能人士，其實內心長期承受極大壓力，從來唔肯承認自己情緒上嘅疲累，結果咧年紀輕輕咧就出現心血管問題。身體表面嘅指標咧可能全部達標，但係內在心理狀況咧早已經亮紅燈。作者提醒大家咧，長壽唔只係一個數據遊戲，而係一個整體系統。如果忽略咗情緒健康，就算你蛋白質攝取充足，每日運動、飲食無瑕，都未必可以抵消長期內耗所帶嚟嘅破壞。佢講過一句話，非常值得記住，就算你食夠蛋白，日日舉重，都唔足以對抗未解決嘅內心痛苦。所以真正完整嘅長壽策略，必須包括對自己情緒狀態嘅誠實面對。冇一個 app 可以即時顯示你有冇悲傷，冇一個手環可以量到孤獨，但係呢啲內在感受會慢慢浮現喺你身體入邊，影響你每一個系統。長命其實係由好好照顧自己開始，唔止係肌肉，仲有心。講完身體、飲食、睡眠同情緒之後，作者認為最終目標唔止係知多啲，而係將呢啲知識變成你每日生活入邊嘅選擇。一個真正有效嘅長壽策略，唔係靠理論，而係靠行動計劃，仲要係專屬於你自己嘅版本。佢提出一個概念叫個人10項全能，意思係唔好淨係諗活到幾多歲，而係問自己70歲、80歲、90歲嗰陣，你想自己可以做到啲乜？例如無需拐杖都行得穩，自己拎到2袋買餸，仲可以搭飛機旅行，甚至追住孫玩，呢啲都唔係幻想，而係你可以設定嘅目標。有咗呢啲具體畫面之後，就可以向後推算。如果想將來做到呢啲，而家要做啲乜？可能係每星期做幾次重量訓練，控制血糖、飲食，
定期監測身體指標，又或者保持固定作息時間，唔係照抄健身達人嘅餐單，亦都唔係模仿網紅生活，而係建立一套你自己嘅生活模式，專門為你未來嘅健康而設計。作者提議你可以建立屬於自己嘅健康儀表板，唔需要太複雜，但係要實用。裏邊可以包括 VO-Max、壓力、血糖變化、睡眠質素、ApoB 同埋發炎指數。重點唔係追求完美，而係有意識地追蹤身體變化，知道自己向邊個方向行緊。佢認為最核心嘅態度就係唔好做人哋嘅複製人。每個人基因、習慣、工作壓力、身體歷史都唔同，你要識得聽自己身體講嘢。你唔需要過住極端生活，而係要穩定、長期根據數據逐步調整。就算一開始唔係做得好緊密，只要保持彈性，同時唔放棄，就已經好難得。成個 Medicine 3.0嘅核心就係要用一個主動、數據導向，而且高度個人化嘅方式去睇健康，唔係等醫生講你有病先處理，而係提早識別風險，設計一套屬於你嘅長壽路線圖。作者提到，健康其實就係一種長線投資，今日你做嘅每個選擇，可能幾十年後先見到回報，但一旦見效就係無價之寶。佢強調啦，開始永遠唔嫌遲啦，即使你50歲、60歲先留意，都可以獲得巨大改善。不過越早開始就越可以有掌控權，越唔需要靠運氣。喺書尾佢講咗一句說話，總結咗成本書嘅精神。大部分人死得太早，或者活得太耐，但活得太差。我哋要做到嘅就係兩樣都避免。真正嘅長壽唔係靠活來，而係靠活得好，有選擇，有尊嚴。你而家所做嘅一切，正正係鋪緊通往嗰種生活嘅路。講到尾，Outlive 唔只係一本教你點樣健康生活嘅書，更加係一種全新嘅人生思維方式。作者冇叫你追求長命百歲，而係問你一個更加實際、更加有力量嘅問題：你想要一個點樣嘅未來？而你今日做緊啲咩去為嗰個未來打基礎？佢唔信奇蹟藥丸，亦唔信基因注定咗一切。相反，佢認為真正嘅長壽來自有意識嘅設計。當你主動掌握生活入邊嘅5大範疇：運動、飲食、睡眠、情緒健康，再加上智慧咁應用醫療科技，就可以一步一步打造出一個唔止長命，而係高質素嘅老年。對我嚟講啦，最打動嘅地方唔係數據有幾專業，亦唔係建議有幾具體，而係整本書背後所傳遞出嚟嘅一種力量感。作者重新定義咗老化唔係衰退，而係可以訓練、可以準備、可以掌控嘅過程。佢將原本令人驚、令人逃避嘅議題，變成一個值得投入、可以預約希望嘅藍圖。無論你而家幾多歲啦，呢本書咧都會俾你一啲具體科學而且唔浮誇嘅工具，幫你重新掌握自己嘅健康未來。佢唔係鼓勵你恐懼衰老，而係教你點樣用每一日去換一個你唔會後悔嘅人生結尾。